今日一開始，先看新竹東區高翠路報名一間便當店爆炸，目前一共2個人死亡，還有3個受傷。這消防人員隨趕到現場全面搜救，目前所有人員都已經平安救出來。發生的狀況，我們在3點52分有受理到民眾報案，在高翠路上發生大爆炸。那我們立即派遣各式的消防人車到現場。那到現場其實已經沒有火勢了。那目前初步研判，應該是瓦斯的一個氣爆，到底是天然氣洩漏還是液化石油氣的瓦斯桶洩漏？這個後續我們還是要再調查了哈。在前排就是主要發生這個氣爆點、起火點這個部分，那以及後排受到波及影響的這些受災戶，我們也逐一的來勘察以及確認目前的一些疏散的狀況。那目前的話，社會處以及民政處都已經逐一的來跟這些受災戶來安排所有需要後續安置的情形。我們目前呢是已經提供了這個住宿的場所，那以及呢我們會有安遷救助的這個費用來提供給我们的每一位這個受災戶。爆炸現場物件是散到規世界，目前有8戶18人需要暫時安搭。警方是現場管制，徛路口來指揮，也提醒民眾，若經過附近都要注意安全。